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史提宅嗰邊嘅史提啊。4000幾尺嘅大屋咧，別墅咧，大家都可能上網睇好多啦。唔知4萬幾尺嘅別墅大屋咧，大家有睇過未呢？今日咧就帶大家咧嚟到呢個寶山道嘅28號啦，睇一間44000尺嘅垂直式洋房。呢個係西半山嘅尊貴地段寶山道，附近翠綠環抱，寧靜私密。坐落呢度嘅寶山道28號，以極致嘅建築美學與宏偉嘅空間視野，完美演繹當代奢華嘅極致想像。咁咧呢度入職嘅車位咧係有6個嘅，但係你見到個地方咁大咧，當然你嘅揸車技術勁嘅話咧，係可以泊滿晒成個車場。花園呢仲做咗個無邊際泳池，個感覺簡直同一個私人屋苑嘅泳池有得揮。想像下叫啲 friend 過嚟玩都幾正。之前 LV 仲喺度開個 party 添。大宅流麗嘅線條同埋光影交織，將呢個大自然嘅景觀無縫引入室內，盡顯大宅風範。呢個全落地玻璃窗簡直係超級震撼。其實佢都夠可以整一個籃球場㗎啦。其實呢啲普通洋房咧4米半樓底已經好誇張㗎啦，不過呢一度咧仲誇張，因為佢有6米樓底。因為發展商其他層數仲有啲工程做緊，所以咧都唔可以每一層都影俾大家睇啦。呢一個咧就係8樓嘅景觀啦。其實咧之前都提過啦，香港咧有唔多嘅 house 咧係可以電梯直上天台嘅，咁呢一間係其中一間。成個天台勁闊落，維港同埋半山嘅靚景咧，真係360度零死角咁樣俾你哋睇晒。而家咁興嗰啲 high rock 咧，可以喺天台度做訓練都得。今集嘅介紹係咁多啦。如果想攞多啲資訊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